今天实在是一个悲伤的日子，然后单元门也不让出了，外面小区里也没有人了。然后呢，咱们家鸽子的粮食也消耗殆尽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我已经忍了好几天，坚持了好几天，才痛下决心的。我迟不肯动手的原因就是想着说不定就解封了，然后就有很多的粮食可以让他们的生命存续下来。但是我失算了，我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了。鸽子特别多，你看多少只啊！我天，还有这上面，还有窝里的。这边还有几只，然后这是昨天晚上啊逮住的，今天要宰的，要被炖汤的，真的没有办法，没有吃的了，真的没有吃的了。你看我们现在包谷兜也没了，一点点粮食也没有了。其实我这已经下手都下晚了，如果早点宰的话，再节省点粮食，这些鸽子也许可以活得更久一点。估计解封遥遥无望，现在是21、22号了，10月1号能解封都不错了。昨天晚上那个几辆警车在小区里转悠，我天，让人赶紧回家。今天早上又有那种消毒车在小圈里转了8遍，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哎，认命吧，认命吧啊！真的无可奈何，没有办法。这些鸽子其实很多都特别好，我真的想要留着它们的，但是我留不住啊，没有吃的了。哎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像这样的小的，估计明天就处理一批吧。今天就宰了。